各位好，我係堂主 Raymond。我希望無論大家咩出身都好，都可以享有金石文化嘅興趣同埋權利。今日我喺香港北區公園同大家分享一件美物，就係我手頭上呢一方壽山石天南洞博二春遊圖日形張。作品取材福州壽山坑頭天南洞，坑頭之中以天南洞同埋牛角洞為尊。天南洞為壽山特別嘅石種，有留意敝人嘅分享就知道小堂分享嘅天南洞唔多，就係因為量太少啦，已經絕礦，一料難求。早期嘅坑頭偏藍或者黑色，石性硬結，而缺點就唔夠乾淨。能夠乾淨帶藍嘅價高到嚇人。呢件既為早期嘅坑頭舊物，小堂手中呢一方天南洞咁樣嘅質地算係天花板啦。還有呢種濃濃嘅灰藍色味道，實在難得喺自然嘅日光下觀望，色澤凍透之中泛藍。呢種微藍喺壽山裏邊屬好藍㗎啦。呢件作品冰糖地大結晶，凍透度同埋純度高，光感足。作品石性老結，色美佳，石質溫潤，表面柔潤細膩，冇油自潤，質地凝結，極具美感嘅。福州西門派雕刻風格，博二主題為郊遊圖。博二雕工渾厚，古樸有神，工藝精湛，純手工嘅雕刻，線條清澈自然，線條流暢揮化，疏密各異，層次分明。取石之長，石雕嘅工藝意境取勝。